报道。车停伫路边，无代无志，煞互创害。这是伫台北市信义区2时的半暝啊，有一个查甫人伫家人路一段巷仔附近，规路咧喊车，计共喊24台车。有的是头前玻璃破去，有的是后撇啊互凹断去。警方抓到一个住伫附近53岁姓林的查甫人，伊是讲伊控制袂了家己的情绪，才会犯案。专案小组获报之后立即展开积极的追缉。并且在8小时内将范闲查缉到案，并在范闲的住家及所使用的车辆内有查获犯案用的衣物、手套及方向盘锁等证物。全案讯后依毁损罪来侦办。监视器的画面是翕到姓林的嫌犯，趁3更半暝哪行哪喊路边停伫路边的车。警方清早发现有24台车互破坏，遂通知车主完成报案。嘛，伫8点钟内抓到姓林的嫌犯，依法上班。伊是讲伊控制袂了家己的性地，即马24台车爱赔，可能爱赔甲叫唔干。